今年台南文学季开始啊，今年的文学季呢，以一夜南土为主题，强调讲文字创作蕴含着丰富的土地、流域甲人文，邀请着乡亲做伫文字内面的探索，做伙写属于家己的台南故事。台南市市长黄伟泰和文学大使詹宝琪伫咧台南市美术馆作为启动第9届文学季，邀请大家参加，互台南的城市内涵更加丰富。如果我是风，如果我是雨，如果我是云，我都会爱你。我爱台南。办到第9届台南文学季，透过美景、台南文学奖的丰富文章，来呈现和过去无同款的风情。我们希望用这种自然的方式、生活的行动，能够让大家贴近台南土地，借此去读到南土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性。台南文学季活动会继续办到9月，有文学营、文学走退活动，另外嘛有台南文学奖的呈现。今年以我和文学各一摆主动为主题，提供上悬10万块的奖金，邀请大家用文章创作家己的台南故事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